6個港人星期五見證和平獎。星期五就係頒獎嘅日子啦，我哋獲得一份出席典禮嘅嘉賓名單。劉霞被軟禁之前，委託喺美國嘅民運人士楊健利幫手安排出席典禮嘅事。楊健利同我哋講，劉霞想請內地140個人出席，不過佢哋一係出唔到境，一係就失咗蹤。至於佢邀請嘅海外名單，包括佩洛西、流亡海外嘅民運人士，香港亦都有6個代表。作為08憲章第一批58個海外簽署人之一嘅鍾棗康話，劉曉波攞到嘅獎，一半原因係因為中國自作孽。挪威人不嬲都係受軟唔受硬，今年仲派埋副外長施壓，令佢哋反感。而中國政府騷擾劉曉波屋企人，又唔俾佢同外界接觸，仲叫其他嘅政府杯葛頒獎禮。事件喺挪威廣泛報道，更加令到挪威人覺得中國政府目中無人，簡直係大開眼界。國際特赦組織挪威分會呢一個星期將會舉行連串嘅示威，要求釋放劉曉波。